咱们那个半年没有我给你把了，反正没的钱币，现在也是那把送当。这个东西，俺说还有这样个，像个老年人说，我在吃了点米，但是我都在这里，吃了两的，就是不可能用了，我给身体给他妈不减米，这他妈干脆了，但是我都，但是了多少米，但是我的生意那钱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